咱敢若请迄个放一下吼，咱来练习一下，练习休息，对。上帝赐伊独生囝儿，咱来请奏来。每一个信靠你、愿意悔改的人，会当得到主的赦免，会当对罪恶中得到讨报。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也因为安尼，阮会当搁一遍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今仔日是救主降生的日子，愿恳求主。你予阮会当记得你降生的目的，就是要救赎世间人。求你也予阮气力，为你做见证，互更较侪也未认捌你的人，会当听到福音，得到救赎。恳求主你帮助阮，阮相信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保守看顾，互教会真正让照你的旨意去行，伫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内底，为你做见证。特别是阮所推动的事工，阮所进行的各项活动，求主互阮会当彻底反省，敢真正会当带互众人福音的信息。亲爱的主。阮徛踮伫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阮看见着2天前伫台北车站甲中山站所拄着这暴力的事件，有真侪人死伤，阮为着安尼心中艰苦，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这社会会当充满和蔼平安，互拄着困境的人会当有一个超找一条出路，特别会当互较侪人认捌对你遐来的疼甲稳定，互阮的社会会当充满和谐，
互阮会当安居乐业，来追求阮家己的理想。恳求主，你帮助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特别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带领、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个着上主欢呼，着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是咱做伙来吟圣诗，神圣诗第76首，上帝找伊独生囝儿。76首，上帝找伊独生囝儿，请起立来吟。咱做伙来祈祷。万管灵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伫你的脚前敬拜阿乐。感谢你，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体贴阮人类的不足，找拣圣囝真侪人来踮伫阮的中间，将和平、望财政伫世间，互阮会通甲你三甲结连。恳求你，互阮甲你同工，拄起阮人类的怨愤三尖。感谢你用疼甲保护结净阮，帮助阮拄起偏见、骄傲、快受气。满有疼痛的上帝，你找圣囝降生，踮伫阮人的中间，体贴阮的不足。阮的双向富足的距离、观念甲无平等所带来的惊吓甲痛苦，求你帮助阮，
甲基督同行，修补阮空虚破碎的关系。恳求你用公义甲慈爱教阮，帮助阮做和平的使者。阮常常咧想，牧羊的人献羊羔互圣囝，东方的博士献珍贵的礼物。阮遮个善乡的人，阮要献啥物？阮只有将阮的真心献互你。恳求你帮助阮，甲你创造的万物和好，互万物三甲讨开有圆满，平安喜乐充满世间宇宙万物和谐。阮知阮的祈祷不足，感谢你有教阮安尼祈祷。阮咱三甲来交托启用。咱今仔要交托的是伫诗篇第一篇，伫圣诗的上后壁的第一页，咱做伙来启用。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污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耶和华在义人的路，咱启用到遮。即时圣歌队要用俄罗的诗歌带咱做伙敬拜。我
受拣选，玛利亚受拣选为至高上帝圣囝怀胎。至圣者的真光点伫我心内，我心欢喜，因为上帝有看顾我，我嘛真空虚，总是打真满足，我嘛真爽享，但已经真富裕，骄傲的袂通夸口，因为这个礼物已经临到上帝上卑微的落寞的心上。迄位因为改变的，已经改变了我。哦，我是伫惊吓中真微妙受造的，我一世人拢伫你扶持，哪会安尼？我当竟然怀着你，但我是充满气力，有气力来靠无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救主，我的圣囝。我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心情赞我主上帝，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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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赞我主
约瑟的细汉属伫大别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到大别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嫁嫁。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温因。受祝福的伯利恒大别的城，万国中你虽然真美色，总是独独你，捌为着万王的王，被万安息的所在。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里，每时长见顾因的羊群。忽然天大开，
灿烂光明满天，千千万万的星星闪烁伫黑暗暝。今仔日有救主为恁出世，星神在宣告救主降临吗？毋是，一定毋是星神，是天使阳光灿烂满天。伊就是主基督。主基督怎有可能？这个就是记号，恁要找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得困伫马槽里。一个记号对上帝来的吗？是啊，对上帝遐来的，阳光归伫至高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主所欢喜的人。就伫遐，伫黑暗甲光明中，因找到伊，就是圣婴儿基督救世主。主基督今暝出世伫地面上，着点睛，毋通将伊吵醒。伊经过久长的旅程，请看，伊的老母，伊遐尼自信伫看伊，即个特别的婴仔，伊看起来是遐尼平常。有光闪烁微雷伫因，火焰夜看黑暗。但这就是真光怎样降临世间的故事。独独这位圣婴儿将真光带来世间，上帝一切应允拢藏伫伊的身上，就是真光圣子的身上。
着欢喜，着快乐。虽然咱捌受黑暗捆绑，上帝荣耀的真光已经显现伫咱身上。着快乐欢呼，着欢喜来迎之救主伫今仔日为咱出世，着大声唱歌，学了敬拜伊，着大大快乐，甲万国同心尊重伊，伊就是永世大真光。感谢圣歌队甲团员带咱的敬拜，这是咱要来公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31节。第一，
汉乐第359页，中文译本第254页。这是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是个信息，对遐个白忙得行的人是孤光，不过对咱遮个得救得行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力，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我要气杀聪明人的聪明。安尼，智慧人的伫倒位？经学教师伫倒位？即世间的雄辩家伫倒位？上帝已经互这世间的智慧变做愚公啦。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永远所传愚公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犹太人求神者，希腊人求智慧。不过，阮宣扬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是阻碍，对外邦人是愚公。毋过对上帝所敬重的人，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这个信息是基督，伊是上帝的大能力，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公赢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能力，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见效；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效。上帝用逼真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袂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要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夸口。毋过，上帝互你甲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同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搁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要夸口的人，着夸口主。咱今仔日，咱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讲的信息是：超越智慧的耶稣，超越智慧的耶稣。咱用恭敬的心做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降生的感恩礼拜，咱伫圣殿中间做伙来敬拜永活的上帝，而且用感谢的心，感谢上帝赐了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互咱受罪恶捆绑的人生命有盼望。伫过去一段时间，毋知大家有注意到无？牧师讲到的题目，拢是什么款的智慧吼？我拢是引用箴言吼。咱知影讲真济这生活中间的智慧但是今仔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世间人降生的日子，咱要看上帝所行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伫世间人看来是愚妄，但是却是超越过人所会当理解的智慧。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超越智慧的耶稣。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听入耳，互阮会当明白你超越智慧的话，互阮会当回应这个超越智慧的道理。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经文中间第20节安尼讲。伊安尼讲，犹太人要求神力，希腊人追求智慧。
其实咱知世间的人，拢咧敲找生命的路，拢咧敲找一种方式去面对咱人生的困苦。所谓智慧，就是一个人有悟性，会当推理，会有学问，有远见，会当去做判断。所有这的能力的综合，人总是渴望用这的智慧，还是讲人类的知识学问，来面对因所袂当面对的人生困境。所以有真侪聪明的人去敲找，去解说人生中间的代志。迄条人因认为有一种人是上界优秀的职业，就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会晓用推理，会晓用思考，会晓用辩论去论定所有代志的是非善恶。确实，若有智慧会当帮助咱追求人生的目标，会当享受更较好的生命。伫遮保罗提起三种人，一种叫做智慧人，一种叫做经学师，一种叫做辩士啦，雄辩家。因拢是当时阵希腊世界甲犹太社会中间认为上界有学问的人，因拥有真丰富的知识，会当知影一切的铁理。但是因面对一件代志，因无法度解决。什么代志？就是关系救赎的代志。因无能为力，因敲出半工，想真济的方式，无法度去解说人的死亡甲救赎的事。所以，伫遮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第29章的14节讲，伊安尼讲，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确实，伫上帝眼中，人的聪明智慧永远无法度去洞察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往往用世间人想袂到的方式来显明伊的智慧。特别上帝用世间人无法度明白的方式来救赎伊的百姓。伊的救恩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所以咱所信仰的耶稣，是一个超越过人知识的当明白的耶稣。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家讲的。耶稣讲，伫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徛起来控告恁这代的人，因为伊对远远的所在来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我甲恁讲，伫遮有比所罗门王更加重要的、重大的代志。南方的女王是指示巴女王，咱若看圣经，伫旧约列王记上的第10章，有记载这个故事。示巴女王伊听见着所罗门王得到上帝祝福，真有智慧，阁真有财富，所以对远远伊的国家来到耶路撒冷。想要来见所罗门王，想要来考核倒。伊见到所罗门王，伊问所罗门王所有遮个伊认为的难题，结果所罗门王拢一一来回答。伊听了所罗门所讲智慧的话，去看伊所去的厝，伊所食的物件，伊的新仆所穿的衫，互伊大大公影。伊就安尼学了所罗门王讲：“你实在是真有智慧啊！我过去听人讲你是真有成就甲智慧，直到我亲目睭看到，较知影你真正是
一切拢是真的。所以你身躯边的人是我尔有福气啊！你的萝卜是真有福气，会当听你智慧的言语。但是我知影，你的智慧是对你所信靠的上帝来，所以你的上帝值得而乐。耶稣引用这段故事，咧甲当时的人讲，示巴女王拢会当对所罗门王智慧的言语，去看出上帝的伟大。兼讲，恁袂当对耶稣基督所做所讲的一切，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智慧，来看出上帝要爱耶稣带来真正的智慧，来明白上帝的救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大咱讲，伫耶稣内底有比所罗门王更较大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上帝要带来的救恩。上帝所带来的救恩是超越咱所会当理解的智慧。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世间？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人类。人类伫所有的万物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上帝爱人甲伊做伙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人因为有罪缘故，就生活伫罪恶的捆绑黑暗中间。上帝真爱人类，所以伊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要耶稣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对世间人显明上帝的疼，要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上帝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超越智慧的方法。圣经讲，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的生命。这就是咱信仰的重心。但是一般人无法度理解，因为上帝所用的是超越过人智慧会当想象的。咱看耶稣的生涯，咱就知影是超越过咱会当想象的。第一，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一个超越过人会当想象的降生。一般咱做父母的，拢毋望囝儿会当更较幸福。那有可能的话，伫合理的范围内底，咱做父母的，拢会尽力互囝儿更较好、更较济的供养。咱拢会设法互伊上个舒适的环境，互因长大。有的父母甚至用尽办法，想要来囡仔送去上介好的学校，互伊受上介好的教育，将来较有成就的。因为父母疼囝，阮囝做细汉的时阵吼，伊捌问我一个问题，伊讲：“爸爸，若有一个爸爸吼，伊拄着一个问题吼，若你是迄人，你会安怎解决？”我讲：“啥物问题？”伊讲吼，若即个爸爸的囝吼，甲即个爸爸的老爸吼，两个人拢破病。即个老病的能力，你会当有迄个费用，你会当救一个人。安尼你想，即个爸爸会救啥物人？阮囝问我即个问题伊知影阮爸爸足早就过身去啊，所以伊毋惊。伊知影我一定会救伊。但是讲，那你若拄着即个难题，你会救啥物人？我讲一般吼，我讲目前啊，一般即个爸爸一定会甲阿公参详，讲咱做伙来救即个孙仔，因为即个囡仔阁有未来嘛，即个囡仔阁有未来嘛。
因为阿公这时代拢嘛听时势，这就是咱一般人的智慧嘛，一般人的人情嘛。但是咱看咱的上帝无共款呢，上帝将伊的独生囝，伊听的独生囝，来送到罪人这罪恶的世代，然后互伊降生伫马槽内底。上帝送耶稣到约瑟甲玛利亚这个家庭，是一个送养的家庭。好，那咱一般人，咱若是上帝，咱可能讲啊，这个囡仔将来要定是一个，啊，着细汉会较快活的，送去较一个较贵气的家庭，互伊环境较好的，较快活大汉的，将来去受苦较袂要紧。咱拢会安尼想。咱上帝无共款，来送去一个上送养的家庭，互伊受苦，一出世就爱对伊老爸世界去倒烂，一世人拢来奔波。咱拄则有唱一首歌，吼，暝甲日直直无，直直无。为什么安尼？因为一切为着疼世间人。如果耶稣无体验一般人的生活，伊免去帮助这的人；如果耶稣无甲受苦的人同在，伊免将福音传互这受苦的人。所以，这超越咱的智慧，会当理解。第二项，咱看耶稣的生涯，伊所讲的话，伊所指导的教示。伊用智慧甲别人斗阵，伊用智慧去解决困难，甚至伊用智慧去面对伊人生的终局，用智慧去使用伊的生命，是超越过咱会当想象的方式去过伊的人生。咱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世间的成功、富贵，还是讲好业，耶稣无共款，超越过咱人智慧人所想象的，来过伊的一生。最后，咱看耶稣基督透过伊一生的生命，行往伊生命的终局，就是牺牲，就是救赎。咱伫电影世界内底所看到救人的英雄，倒一个毋是讲安尼真勇猛拍败所有的这恶势力。当然，咱相信将来耶稣过来的时阵，要拍败所有的恶势力。但总是，咱伫圣经中间看到耶稣是遐尼柔和谦卑。伊无袂记伊来到世间的目的，伊无过头使用上帝予伊能力，伊接受上帝安排，用世间人尚袂当了解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伊死伫十字架顶，就亲像这段经文讲，基督死伫十字架顶的信息，是遐个行往灭亡的人看来是愚妄的。要救人的人，竟然家己死伫十字架顶。但是对咱这得救的人，咱知这是上帝的大权能，因为伊当时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甲仁爱，所以只有透过上帝的囝牺牲，为人类带来拯救。亲爱兄弟姊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超越智慧，咱会当理解的上帝。伊透过耶稣基督带来一个咱无法度理解的救赎。那安尼，咱嘛爱有一个超越智慧的回应。圣经中间讲，兄弟姊妹啊，爱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恁是倒一种境况中间。对人的观点来看，恁真少是聪明的，真少是有能力的，真少是地位高贵的。
上帝偏偏要竞选世间人认为愚妄的，来互聪明的人见笑；竞选世间人认为是软弱的，来互坚强的人见笑。上帝也竞选世间人所轻视厌恶，认为这看不起的，来推翻一切认为重要的，互人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咱领受这种超越智慧的疼的时阵，咱也爱用超越智慧的回应，来回应上帝的疼。上帝竞选咱，毋是因为咱聪明，毋是因为咱好，反倒当是因为咱愚妄，咱愿意行耶稣基督这条路，因为安尼要互聪明的人见笑，因为这款软弱要互坚强的人见笑。咱用世间人所认为无共款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世间人想着家己自私自利，咱得爱安怎？咱得爱分享上帝的疼。咱首先爱将咱的心拍开，互耶稣基督的疼进入咱的心，互咱体验迄种无私牺牲的疼。咱开始用疼来疼别人。每一个信徒，耶稣基督的信徒，拢应该爱用这款的方式来纪念圣诞节。彼此相疼是主耶稣基督的教示。讲亲爱兄弟，这是圣经中间的教示。约翰一书安尼讲：亲爱的朋友，既然上帝遐尼疼咱，咱也应该彼此相疼。无人会通看见上帝，但是如果咱彼此相疼，上帝就伫咱的生命内底，伊的疼借着咱完全实现。咱来注意最后一句，伊的疼借着咱完全实现。圣诞节就是一个实现上帝的疼，借着咱彼此相疼，借着咱去疼四周围的人。真侪人圣诞节拢会营造一个过节的气氛，会装塔一下厝内底，装塔一下教会，可能会送圣诞礼物。咱敢有接到圣诞礼物？有诶，请举手。哇，无真济哦！等下送恁圣诞歌。送礼物表达关怀，这拢真好。但是，这毋是圣诞节的重心。咱过圣诞节，应该爱将分享疼做圣诞节上界重要的工作。毋简单伫教会内底分享疼，咱伫教会外口也爱分享疼。前几天有中华银行的人的代表来甲教会分享一寡代志。伫分享的过程中间，伊的代表有一个吼，伊应该毋是基督徒啊，但是伊做一个见证。伊讲伊对教会印象足好。逐个我都详细听啦吼。伊讲吼，伊是因社区的即个社区委员，吼，因社区拄着一个真头疼的代志，就是因社区有一个老大人吼，拢常常爱捡出一个物件吼，迄回收品吼，顶伫迄社区的门口口，顶甲规个社区安乱七八糟，大家都感觉真头疼。社区的主委起来苦劝，无效。伊讲伊是社区的委员吼，伊咧平时对人嘛真好，安尼真温柔。伊讲伊起来劝勉一下，讲你着遮款的，即咱的社区我们人用安尼乱七八糟。好咧来讲，伊也无要听；用较大声来讲，伊嘛无要听。足头疼，无法度。但是有一天，突然间，伊感觉讲，这人敢怪怪，改变，开始咧收遐的物件。
过无偌久，就在伊遐回收品全部拢收啊清气，社区恢复原本地清气的状况。伊感觉奇怪，为什么这人会即款的改变？原来新社区内底有一个基督徒，看伊安尼那真可怜，就带伊去教会。伊去教会了大家都对伊真好，伊就安尼讲，因为过去人去找伊拢是要来甲伊有矛盾嘛，要叫伊改变伊所做的代志，所以拢会发生冲突嘛。检查伊迄个时阵就知影家己做安尼毋对啊，但是伊就是无要改。但是伊去教会了，真正对伊真好，会感受迄个人甲人中间迄个关系好的温暖。伊反省讲我应该爱在迄个所在清气来用好清气，社区的人才会感觉较好。伊就主动，无人来讲，伊就家主动去来遐物件摒扫清气。你看，基督的听会通改变一个人，用人的话去讲无效，但是伊感受到上帝听了，伊就会改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学晓分享上帝的听。咱常常拢讲，咱教会爱加做社区的祝福，咱个人爱加做别人的天使。咱利用圣诞节这个节期，做伙来分享，互人也感受到上帝遐来的听。第二项就是活出新生命。咱看去一个人活出新生命，亲像拄则讲迄个见证，一个人生命若被改变了，无共款，伊就会带来一种见证。咱嘛是讲，咱看去耶稣所带来的福音是超越智慧的。咱伫这个世代中间，为主做最好的见证，就是活出一种甲别人无共款、超越智慧的生命形态。咱活出新的生命，甲这世间无价值观无共款的生命，咱就是为主做见证。咱达到第三个勇敢传福音。咱利用圣诞节这个机会，来宣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这是圣诞节上介重要的代志。咱教会有举办真侪活动，个礼拜也阁有，咱会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教会，互因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意义。望咱拢会当安尼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超越智慧的拯救，帮助阮去学晓分享听，活出新生命，勇敢传福音。求你，互阮会当真真正正实践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牧师带咱分享的信息，咱只是要凭信息回应上帝的听。信息303首，上帝的囝基督，上帝的囝基督，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咱用奉献刷接咱的敬拜。起立，咱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耶和华以罗的主，阮感谢你。阮知万项拢是你赏赐，你供应阮一切需要，佮互阮管理你的仓库。今仔日，阮特别将管理中的一小部分的钱财摕出来做你的路用，恳求你，互阮看起你所行的新者。毋是阮家己的好，乃是丰丰富富的利益众人。阮的恳求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只是我来报告，阮主日是大港节第4个礼拜日，点着第3支紫色的蜡烛，称做天使的蜡烛。天使的祝福带着和平应允，所以这支蜡烛代表着和平，对咱心内有操烦、
也毋免惊，用认罪悔改，心中充满感谢甲疼，来迎接上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过来就是本主日，本主日也是圣诞节主日，点到白色蜡烛，代表基督的光，代表基督的纯洁无罪。耶稣降生来到世间，将上帝国的奥秘甲人讲，所以咱伫伊内面得到救赎。即个蜡烛代表救赎，愿基督的光照伫咱的生命，互咱用疼甲感谢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并因为主基督赐咱的真平安甲真自由，互咱活得更较有信心，甲愿望，成做主的见证人。咱嘛真感谢今仔日圣歌队乐团。真侪人帮助咱，带咱的敬拜，愿庆祝咱救主耶稣的降生。过来就是第二点，平安夜的音乐会，伫即礼拜拜三暗时7点半，咱伫10楼有庆祝的活动，欢迎兄姐邀请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也是无道友，做伙来欣赏盛大的音乐会，享受平安夜真正的平安。佮接续就是第4项基督会的事工，因为咱拄好拄着国定的假日，所以咱拜4 12月25，礼拜4暗时，甲下礼拜1月初1。全教会基督会拢暂停，毋过，阁有一个较重要，咱12月31，就是下礼拜3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10楼有咱的岁末的基督会，邀请咱的会友做伙来参加有敬拜基督岁末的感恩。过来，咱们请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的代祷。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无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得到平安。阮伫阮的中间，如果若有灰心丧志的，求主亲自扶持；如果若有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如果若有找无方向的，求主亲自引带。也保守看顾阮每一人，透过今仔日你的话语的分享，明白你的心意。照安尼去行，来延长你的性命。阮上时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即时的台湾，互平安降临伫每一人的心，互阮无因为社会所发生的事，心内感觉惊吓。反倒转，互阮会通享受伫主内的平安，也将即款的平安分享出去。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言512首，上言512首。好，即时咱写这个吼，咱要来分圣诞礼物啦吼，圣诞歌。咱请咱的同工吼来准备来分圣诞歌吼，一人一项，一人一个。
摕到的，未摕到，请举手，互同工知影者。好，后壁遐十米楼后壁遐拢还未摕到，吼，好。咱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亲。阿门。请坐，欲倒谢阮强受差遣。